日本嘅男藝人呢，我就覺得木村拓哉呢，着牛仔褸、襯黑膠框係最有型嘅一位。不過有冇留意到呢？佢好中意呢將個鏡片呢做少少顏色嘅。咁而家呢幾年呢，日本真係流行緊啦，喺鏡片度呢做少少顏色，咁令到呢個造型呢更加加強一點嘅。不過呢，有某部分人呢就會嫌棄，如果個鏡片有色，對於某啲工作嘅人嚟講呢，可能冇咁禮貌嘅喎。咁所以呢，有見及此呢，日本開拿鏡片啦推出咗一種呢變色鏡片，平時就係透明啦，當去到戶外嘅時候有紫外線啦，佢就會變深色少少，又唔會太深嘅喎。咁正正適合呢現時呢一種嘅潮流啦，值得留意嘅一個產品。有需要嘅人啦，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，我會話俾你聽佢有啲咩顏色可以選擇。多謝收睇。